刑事局是有查到一件对花仔的这个诈骗案，这主嫌呢是甲民众讲，只要对8档的花，安尼就当保本保利息，你落56万入去，安尼8档的时间一个到，就当领到200万至900万。有负责人是真正去互拐去，落尾是警方出面，才总算甲伊的退休金甲保护掉。那家会动多多可以吗？哇，你这样来跟你老人家来到一起讲。被骗的负责人拄要甲人并交现金，拄着警方检做工地保全，当场查扣诈骗集团的车手，才知家己受骗，好加在保住家己100多万的退休金。配合周边道路正在施工遂乔装工地保全头戴工程帽，在现场埋伏，是被害人将款项交付给车手之际，当场冲出歹人现场查扣手机、现金新台币160万元等。负责人家属向警方报案，讲诈骗集团用假投资、有高报酬来骗人。虽然警方一直考劝负责人有缘半信半疑，拒绝协助。共款用假投资诈骗的案件，唔单止一件，调查局甲刑事局等单位合作，侦破一个假合会非法骗钱。诈骗成员用新8年合会，讲保本保息，若投资56万，投资8年期满，营领200万到900万的标花利息，每年投保率上悬将近190%。成员各地全台设42间分所，办投资说明会，根据参加人为该发奖金甲介绍金，骗因各招人入来。现场查扣迈拉伦、宾利等名车，并向法院申请刑事裁定，扣押案关金融账户及不动产，查扣不法所得近30亿元。假合会真骗钱，受害民众将近3000人，查扣不法所得将近30亿。治安专家提醒，若听到这话术，都要注意是不是诈骗。如果你在进入一个这个投资，那这个投资的机构会要求你或暗示你要做这个拉下线的动作，这基本上都是诈骗。专家呼吁，最近诈骗集团会透过大官方合法网站或者是网络平台，设投资广告骗被害者。投资进程爱细致，检查证才避免被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